温宗主，幸会啊！你身上的阴铁是哪儿来的？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，我们自然是从阴曹地府而来的。温宗主，我这件法宝可是刚刚试炼出来，所有人都还没有见过。是什么竟然可以控制阴铁？是薛洋给你的，到底是什么？温宗主，我这件法宝，它不叫阴铁，它叫阴虎符。魏婴，魏婴。温氏都死了，我们胜利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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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轮太阳终于落下了。明觉兄，西川，你终于醒了。聂宗主，你听我说，明觉兄，聂宗主，你身上还有伤啊！西川，你别管，你方才杀我聂家兄氏的时候，方才我是没有办法，
么没有办法？做不做在你，杀不杀也在你。真的在于我吗？你宗主，你我若是异地而处，不会！明觉兄，西尘，让开！息怒。宗主，明觉兄，明觉兄，你又何苦如此啊？何苦如此？当初他离开清河，我当为何没了他的消息？原来投靠了温氏，在不夜天助纣为虐。你可知在此之前，给你看岐山温氏布阵图的人是谁？你可知一直以来，我们的情报源头是谁吗？不用怀疑，今天我也是接到了阿瑶的消息，才和忘机他们赶到炎阳殿。我没有信错的，是他设计让温若寒放松警惕，要趁机杀了温若寒的。明觉兄，清河一事之后，阿瑶一直觉得有愧于你，也就一直不敢跟你遇上。直到我从云深不知处逃出来，他救了我一命。再后来，他想方设法潜入岐山温室，接近温若寒，又暗自写信于我。起初我也不知道送信者是谁，直到后来，我看出了端倪，认出了他。这些你都没有说过吗？曾无惧，你也看到了，方才那种形式，就算我说了，聂宗主也不会相信的。阿仙，阿仙，你醒了？怎么样？有什么地方不适？师姐，现在几时了？你已经睡了3日了。阿仙，3日？江城呢？蓝湛呢？你别担心，他们都很安全。阿仙，现在温室已除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你昏迷这几日，阿成和兰儿公子都十分担心你，就连金宗主都过来看你好几回。金光山，温氏已死，金宗主就从兰陵赶了过来，说要率部追捕温氏余孽。射日之争不见他，现在倒积极得很。阿仙，背后不与人是非。是师姐。你别急着起来，兰儿公子说了，你此番都用阴虎符，虚耗过甚，就算是醒来也要多休息几日的。师姐，你也知道了。没想到我们仙仙这么厉害。不过以后可不能随便动用阴虎符了。兰儿公子说，阴虎符虚耗过大，容易损耗心神的。兰二公子，兰二公子，今天总是兰二公子，
他这么闷，哪有这么多话呀？你又不正经。你昏迷这几日，蓝二公子每日晨昏都来这里为你弹琴，清心凝神，不然只怕你没那么快醒过来。想必是蓝二公子。江姑娘，蓝二公子。这次要多谢蓝二公子，阿宪才会这么快醒来。你们先聊，我去照顾伤员了。蓝湛，我好了。再过3日，我真的已经好了，不信你看。驱邪静心，不可轻慢。驱邪？我不用驱邪，我这只是虚耗过度。魏婴，蓝湛，你是不是也觉得阴虎符是邪，会干扰人的心神？然而这世间，是否真的有这样一个无知无觉的东西，可以改变人的心智，从忠到奸，从白到黑？在抓人。追杀温氏余孽，
那3块阴铁呢？回了。蓝宗主，捉拿温氏余孽这些小事就不必麻烦宗主你了，子勋自会办妥。可我刚刚听到有女子的声音，捉拿温氏余孽，也用不着抓这些手无寸铁的温氏家眷。西尘，我明白你宅心仁厚，可这温氏虽亡，温氏的客卿家仆却有无数，遍布各地。你我虽攻占了不夜天城，可如若他们趁我们不备，重新聚首，在我们未站稳脚跟之时，为温氏张目，蓝氏一向以教化为主，西尘说的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。金宗主，不然我们就放了这些温氏的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吧。赤峰尊、邹无君，人善先行，本来无可厚非。但是二位不要忘了，温氏虽然已死，那3枚阴铁碎片也都毁了，但是还有1枚阴铁碎片流落在外，不可不查。阴铁威力之大，不必赘述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万一落到了温氏余孽和其他野心之人手上，那岂不是？所以捉拿温氏余孽，就是探查阴铁的下落。金宗主所虑甚详。金宗主，野心之人是何用意啊？啊？没什么用意，只是此事牵连重大，不可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之人。所以，不管是温氏、金氏、江氏之人，都要一一的问过。这件事情我已经让阿瑶去详细的探查了。不瞒2位，阿瑶是我失散多年的儿子，如今得此机会，能够认祖归宗，甚幸啊！万幸。现在改称他为金光瑶了。各位宗主，不夜天城内余孽已然尽数抓获，请宗主裁决。阿瑶，对温氏余孽，你有何鉴定？余下诸人我已经全部审问过了，并未有阴铁的下落，而且这大多是温氏家眷，并未有任何功法。我建议，不如将这些老弱妇孺看管起来，只要他们不再作祟即可。而真正沾有我方修士鲜血的，就此诛灭。可是要放在哪里看管呢？温氏有一处所在，名曰穷奇道，是一座山谷之中的古道，十分隐蔽，易守难攻。不如就将他们囚于此处。哼，你倒熟悉。那就按照阿瑶说的办吧。阿瑶，你不必放在心上。明觉兄那个人，就是恩怨分明，嫉恶如仇。他只是怕你走了歪路。
饥饿如仇，难道我就是恶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泽无君不必挂怀，我跟聂宗主这么多年，知道他的心思，我也从来没有放在过心上。泽无君，你先随聂宗主他们去吧，这里我处理就好。好。带进来。蓝湛，你说眼下这些人，又孰正孰邪，孰黑孰白？魏婴，凝神。一个月修习洗华的琴谱。蓝湛，你要我修习洗华，可是你也怀疑我。你身上的阴铁是哪儿来的？是什么竟然可以控制阴铁？是薛洋给你的？到底是什么？你到底何时修炼的阴虎符？蓝湛，如果我是在屠戮玄武的洞里取得了一把阴铁剑，你信吗？何时？屠戮玄武之时。又是何时炼成的？近日。你明知这是阴铁，为何要炼？蓝湛，够了！你答应过让我帮你。可是你如果不信我，又怎么帮呢？阴虎符终究不是正统，一旦心神不稳，就无法控制。蓝湛，你是担心我会像温若寒一样被阴铁控制？可是阴虎符不是阴铁，我也不是温若寒。原来是蓝二公子啊！不知道蓝二公子为何要替这些温氏余孽招募呢？这些都是老弱妇孺，也算是温氏余孽吗？
宗主有令，凡是跟阴铁有关的人，一个都不能留。聂宗主和蓝宗主也同意了，难道你们江氏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只怕这岐山的怨灵又要多了，恐怕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安息之躯了。神明在上，今日我兄弟3人在此立下重誓，上报仙门，下安梨树，天地同正。如有一心，千夫所指，天人共怒。如有一心，千夫所指，天人共怒。金宗主，姚宗主，恭喜恭喜！现如今瘟事已灭，以后我们这等小宗门可要多多仰仗您了。姚宗主客气了，多谢姚宗主鼎力相助。哎，金公子，啊不，应该是敛方尊，您真是太谦虚了。射日一役，您的功劳最大。现如今又与赤峰尊还有泽无君3尊并号。这也是实至名归啊！过奖了，请，请。金宗主，江宗主年少有为啊！射日之争以后，
荣任了家主，可喜可贺。什么时候举办接任大礼啊？多谢金宗主，不过江城尚在校中，不便操办。也是也是，我与风眠兄是至交，姑苏一别，真没想到成了天人两隔了。奏吾军，韩光君到！江宗主，恭喜！相信有江宗主带领，莲花坞必将重振旗鼓，保云梦一方平安。江城惶恐，日后还请蓝宗主指教。赤峰尊到！金宗主，聂宗主怎么才到啊？众家可都等着你开席呢。赤峰尊，请上座。阿瑶，你忘了，既然结拜了，就应该改口叫大哥了。是啊，多谢二哥提醒。大哥，请。金宗主，这是何意啊？聂宗主，请您上座开席呀。金宗主，诸位，我等虽设宴不夜天，可聂某是绝对不会坐上那个位置的。聂宗主，真不愧深受百家敬重啊！此事是金某不查，我们重新练习。聂宗主，请上座。请。魏公子，魏公子，你刚才想和我说什么吗？我？适才见礼之时，魏公子似乎有话要对我说。此人果然八面玲珑，面面俱到。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射日之争当日，敛方尊手任温室，拿的武器似乎是一柄软剑。今天怎么没见金公子佩戴啊？魏公子，见笑了。那只不过是我随手拿的一柄软剑，后来查知此物不吉，就扔掉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请，请。
姚某在此敬江宗主与江公一杯。小弟多谢上次江氏对姚某的救命之恩，请。蓝湛是你啊？怎么样？要不要来一首《喜华》呀？我在研习新琴谱。你还没有放弃啊？你这个人还真是倔呀！温氏伐朱，百家相聚，实乃100年间一大幸事。法文一役，全仗清河聂氏、乌苏兰氏、云梦江氏3大世家。今天这杯酒，金某在此先干为敬。各位，请坐。各位，金某一直有一事记挂在心，之前只因大战在即，不便提及。现在呢，温乱已平，金某再无后顾之忧了。正巧今日诸位都在，金某也想请大家给做个见证。各位都知道，我跟江丰冕江宗主情同手足，于夫人跟金某之妻也情同姐妹。小儿子轩自幼便和江姑娘定下了婚约，只是因为一些误会作罢，实乃可惜啊。如今故人先去，金某和妻子都希望小儿能够与江姑娘再结秦晋之好，一来告慰故人之灵，二来也可以算照应故人之女，算是圆了我金某一个心愿。江宗主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江宗主啊，这可是好事情啊，你就答应了吧？啊，是啊，这是好事啊！是啊，答应了对呀，江宗主。姐对那只花孔雀似乎并未忘情，可这桩婚事早已作罢。今日再提，不免让人觉得我江氏攀附。金宗主的美意，我们心领了。是呀，是啊，这是好事啊！好事情啊！答应了，江宗主。姐对那只花孔雀似乎并未忘情，可这桩婚事早已作罢。今日再提，不免让人觉得我江氏攀附。金宗主的美意，我们心领了。金宗主，事关婚姻大事，我想这句话应该先问过我师姐，而不是直接问江城。你说是不是啊，江城？魏无羡，
我叔父在跟江宗主说话，有你插话的份儿吗？好啊，那你自己问江城喽。金宗主，此事却非两大门宗之事。当年先父在时，也是同样的意愿，只不过此事应由家姐自己决断，旁人确实不好干涉。没错没错，这件事情还得问问江姑娘的意见呢。师姐，多谢金宗主好意，燕离心领了。江氏刚刚经历大劫，我身为江氏儿女，应当以大局为重，回到云梦，重建莲花坞。此时确实不宜谈婚论嫁。金宗主，失礼了。父亲，诸位，先顾江老宗主能有此女，足以告慰先灵。其实不光江氏，经温乱一役，各大世家皆有所损。此时正是百废待兴、急需人才之际啊！言之有理啊！近来父亲为此事也是煞费苦心，万幸中得应对之策。在下斗胆，代表父亲邀请各位于秋季前来金陵台。今世将倾尽全力，重办百凤山围猎大会。围猎大会，这样的围猎也不是谁都能办的。是啊，如今金氏倾囊相助，以解各家燃眉之急，实乃仁义之举啊！对对对，没错。还请在座诸位届时莅临。多谢金宗主。金宗主高义啊！是呀，敬金宗主。好，来，金宗主。啊，行。这杯茶好啊，是，来喝一点。父亲，
走了。是。你干得很好，辛苦了。阿瑶不敢，能为父亲分忧，是阿瑶分内之事。可查到阴铁的下落了？还未查到，阿瑶无能。不过，什么？我之前在不夜天之时，温若寒曾经跟我说过，最后一枚阴铁就在薛洋身上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在聂氏当过副使，你是不是见过薛洋？见过。可不管是常氏，还是薛洋身上，确实并未搜出阴铁。不过，把话说清楚一点。是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当时有人在薛洋身上取走了那枚阴铁。你还记得谁曾单独跟薛洋在一起过吗？除了我，就是魏公子。魏婴，魏无羡。父亲，不过魏公子当时只是负责看守薛洋，何况他又与蓝二公子交好，我想他应该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更何况，阴虎符虽然很像，却未必与阴铁有关啊。魏无羡。他们现在人呢？魏公子刚刚和江宗主告辞回去了。阴铁有灵，四方镇止。这世上一共有4枚阴铁，有3枚落到了温氏的手里，还有1枚随着薛洋的失踪而不见，可偏偏薛洋消失了，魏无羡却又拿了块阴虎符回来。阿瑶，你刚回来，去金陵台拜见一下主母吧。是。那魏婴，父亲放心，我会派人盯着他。
恭者柔木而贤之以发矢。臣监掖肘，静待时机，方可箭无虚发。兄长，听弟子说，韩光君一回来，便去了藏书阁，把许多曲谱都搬走了，只管日夜抚琴，所以便过来看看。兄长，我想去藏书阁的禁室。为何？沿袭琴谱。泽无君、韩光君，先生请你们过去。走吧。厨院。不错。此次我虽然没有同你们一道亲上岐山，不过对最后一战的惨烈略知一二。也听说了魏婴之事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？如今是尸骸遍地，本就容易招致妖邪，再加上温氏所修之法又过于邪门，如不早日化解，只怕将来会贻害无穷。叔父说的是。叔父，忘机，此次你不必跟西尘一道去，我有其他任务委派于你。当日西尘携藏书离开，匆忙之中，不免会有些丢失残缺。眼下当务之急是重修藏书，重修家训。
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家训乃我兰氏立身之本，希望你能够切记于心。叔父，我想去进士。藏书阁之书，你可否都读完？叔父，我想去进士。既如此，何须进士？王姬，你可否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跟西尘一道离山？去吧。我江澄，江丰眠，于子渊之子，从今日起，正式继任云梦江氏家主之位。江氏家训，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只要我江澄还有一口气在，为怀永固，必不会再让江氏受此磨难。参见公主。高一点。手慢一点，现在是胳膊在发力。就这点力，剑都拿不稳，还练什么剑？公主。宗主，鄂州宗门派人来送拜帖。我现在没有时间，你去找魏无羡吧。师兄他不在莲花屋内。又不在？他不会又到城中去了吧？阿成，阿姐，我一会儿过去，你先去侦查，别怠慢了客人。是。莲花坞虽已重建，但一切都不同了。他或许还不习惯吧。他不习惯，我还不习惯呢。
我看他就是自己在家里野惯了，还说要助我振兴江氏，我看他根本没这个心思。阿成，手腕用力，手抬高一点。2、3、哟，泽无君，这么巧啊！原来是魏公子。泽无君怎么有空来云梦了？不急的话，上来喝一杯。哦，我忘了，你们兰氏不能饮酒。无妨。泽无君，好酒量啊！跟蓝湛比起来，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难道泽无君跟我一样，也在云深不知处偷偷饮酒？泽无君，魏婴说错了。其实我是用金丹化去了酒力，实际上不算饮酒。厉害，果然还是泽无君厉害啊。不过泽无君啊，这除院这种事情，蓝湛平日不是最感兴趣吗？他怎么没有来啊？他被叔父留在家里，重新制定家规了。3000多条家规，泽无君，简直是惨绝人寰啊！这么多条家规重定，岂不是跟坐牢一样？3年都下不了山了。算了，反正我最近闲来无事，过几日我跟你去云深不知处看看他。想当年还是他在藏书阁监督我抄的家规，如今也换我监督他抄试试，好像更有意思了。魏公子若来姑苏，可以听听忘机新学的几首古曲，都有清心凝神之效。泽无君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忘机最近在精研洗华，不知魏公子是否知道忘机的用意呢？泽无君是刻意来云梦，规劝于我的，那就是来给其他人当说客的。泽无君，我说你们蓝氏家族是不是都这么爱管闲事啊？忘机是我胞弟，我很清楚他的心思。魏公子听与不听，西臣有几句话要告知。事有定法，大道有责。如若这世上只有魏公子一人的话，你大可以随心所欲。但只可惜，这世上每个人都长着一张嘴。我希望魏公子不要因为过于自我，而影响到身边真正关心你的人。你若相信我与忘机，姑苏蓝氏可以帮你重拾剑道。我信得过，但是我不想。魏公子，鬼道损心，虎符难控，一旦失了心神，势必……我倒是想要试一试，说不定我就是这旷世奇才呢。
江城还没睡啊？正好，我给你带了酒。滚！哎，我说你这一天到晚到底在干什么呀？你这剑呀，到底一天要擦多少遍呀？你的剑呢？多久没擦过了？扔屋里了，1个月擦1次就够了吧？平日不配剑，招摇过市，整日混在酒肆里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莲花坞是你喝多了歇脚的客栈呢。哎，江城，别那么生气嘛，走开！怎么了？酒喝多了，灵力都稀释了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还说什么辅佐我振兴江氏？啊！别过来！你什么意思？这是要动手吗？我累了，要打明天的。我去睡了。师姐，阿仙，你过来。你跟阿成是不是又吵架了？我都跟他吵习惯了，没事，过2天就好了，你别担心。阿仙，你是不是……你是不是不想待在莲花坞了？师姐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莲花坞是我的家，我不待在这里，你让我去哪儿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怕。师姐，当年如果不是江叔叔把我给捡回来，我恐怕现在还在街头行乞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不会离开莲花坞，更不会离开你和江城。师姐，我知道这几日是我太放肆了，我改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别生气了。傻瓜，师姐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倒是你，小时候的事，你不是不记得了吗？哼哼，我是不记得了呀，但是我记得师姐你给我讲的呀。哎，跑别处去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走！这小臭袜子。魏婴，魏婴，跟叔叔回家好不好？你
天生就是一张笑脸，一副笑相，无论什么难过，都不会放在心上；无论身处什么境地，都还是会开开心心。也正是你有这样的性子，才能受得了阿成的脾气吧？师姐，我哪里有什么好脾气啊？还不是因为有你在。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，我估计已经被江城打死几百回了吧。你呀，你别看阿成那个模样，其实他心里可关心你，可担心你了呢。如今爹娘故去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3个才是最亲的人。师姐，我饿了。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？羡羡3岁了。对了，师姐，有个问题，我一直想问你。你问吧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喜欢上另外一个人啊？哦，我说的是那种喜欢。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？你有喜欢的人了吗？不是，师姐，我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。至少不要那么喜欢吧。这不就是自己给自己脖子上套粒栓浆吗？3岁大了点儿，1岁吧。不，我说3岁就3岁。3岁的羡羡饿了，厨房有汤，你去喝吧。不知道1岁的羡羡够不够得到灶台啊？如果够不到的话，师姐抱我起来就够到了呀。你又没正形了。喂，多大的人了，还在门外偷听，害不害臊啊？我才没有偷听呢！现在整个莲花坞都是我的，我爱在哪儿就在哪儿，你管得着吗？师姐刚刚跟我说了，专门给我做了莲藕排骨汤。汤呢？吃完了，现在只剩藕了。你要吃就去拿啊。你最好给我吐出来。吐就吐，有本事我吐出来，你吃进去啊！啊，好啊，吐，我吐出来了啊！来。好了，你们2个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蒸几块排骨？我再做1罐就是了。阿成，还有没有点家主的样子了？哎，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说过，将来我做家主了，你就全力辅佐我，就像你父亲辅佐我父亲一样。我当然记得，这姑苏有双璧，咱们云梦就有双节嘛。你可别拖我后腿啊！我什么时候拖过你后腿呀？好了，我去给你们做汤。对了，再过1个月就是百峰山围猎会了，这可是射日之争后第1次百家围猎。你到了兰陵可给我安分一点，尤其是少惹金子轩的麻烦。他再怎么样也是金光善的独子，将来兰陵金氏的继承人，将来的家主。你说你们俩要是打起来了，我这个做家主的怎么办？我是帮你一起打他，还是惩治你啊？哎呀，这最近不是又多了一个金光瑶吗？啊，我虽然没有跟他怎么接触啊，但是我看他比看那个花孔雀顺眼多了。顺眼有什么用？
再顺眼再凌厉，也只能做个迎来送往的家臣。他这辈子就止步于此了，又怎么跟金子轩比啊？江城，我问你，上一次在不夜天的时候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难道真的想让师姐和他？未尝不可。未尝不可？他在射日之争的时候做了些什么事情，你不清楚吗？你现在告诉我未尝不可？他大概是后悔了吧？谁稀罕他后悔啊？道歉了就一定要原谅吗？再说了，你看他爹那个臭德行，到处沾花惹草，指不定他之后学他爹，天南海北惹女人。师姐跟了他，你忍得了？他敢。不过，原不原谅他，也不是我们说了算。谁让姐姐喜欢他？师姐也真是，喜欢谁不好，非喜欢这个花。奇怪，我早上明明锁了的呀。没人，难道是我早上没做结？司政，你可千万别告诉韩公娟啊！也许回到过去的时光，也不难。